我告訴你，你只是我的一顆棋子而已，你只是我的一顆棋子而已。双双，孟姜，许久不见，双双姐还是这么漂亮啊！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跟我来。你不怕别人看见？看见就看见，老子宰了他！你还真拿自己当土匪了？双双，我看你不也演得挺带劲儿的吗？正所谓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做什麼事都得認真點，對吧？哎呀，我問你個事兒。完事再說，我等不及了。你給我聽好了。嘿，你還拿起來了你啊？哎，我問你個事兒，你知不知道尹晴柔為什麼非要待在三王府？這事兒你算問對人了。你知道？我當然知道。哎，我可告訴你，這事兒可是一好事兒，對你對我都是好事兒。什麼事兒？我之前聽說尹晴柔逃跑過幾次，不過後來她倒安心住在王府，並且要一心嫁給那三王。這我都知道，重點呢？重點是我在他們樂天齋安插了一個臥底，這個臥底曾經告訴我，有次他們談話說到了穿越的關鍵。我後來一想，這穿越的關鍵，尹晴柔他們肯定知道，而且肯定與三王府和三王爺有關。原來是這樣，所以你千萬不要阻攔他們，等我們都回去了，再收拾他也不急。雙雙，我這知道的也都告訴你了，咱倆是不是應該認真點兒？哎呀，我有事讓你幫忙，只要你答應我，我自然依你。好，大明星都說話了，甭說是1件，就是10件，老子也應了你。行，那你等我通知吧。好。哎呀，幹嘛呀？又怎麼了？去找間客棧嘛。哎呀，走，快點兒！大人，雙兒姑娘有要事求見。讓她改日再來，本王有要事。且慢，既然已經收她做了義女，現在她可是我們埋在謝延琪身邊的一枚棋子，她可是我們翻盤的關鍵。也許她此次前來真的有要事稟報。讓他進來吧。是。義父，王爺，雙兒，為何事冒險前來見二王爺啊？義父放心，雙兒並沒有被跟蹤，無人知道雙兒到此。雙兒，今日是不是有要事啊？雙兒此次來，是給二王爺帶來一條妙計，可以置謝延琪於死地。何種妙計？說來聽聽。雙兒有辦法栽贓嫁禍謝延琪，嫁禍他當日西南之行遇刺，乃是他謝延琪自己策劃。雖然當日刺殺謝延琪的刺客全部都已身亡。雙兒可以讓孟姜假扮唯一逃出來的人，當面指證謝延琪。只要什麼？只要雙兒能當面見到當今聖上。什麼？你要面聖？是。只要雙兒能面聖，皇上必會相信，雙兒便以此為證。不可，此事已蓋棺定論，本王不想再生事端。義父，請相信雙兒，只要雙兒能面聖，此計必成。王爺，雙兒此計甚妙啊！本王知道此計甚妙，可是
王爺是信不过双儿。既然王爷信不过双儿，那双儿也只有撞死在这堂前，以死来明志。且慢，王爷，双儿他一片赤诚，你可要早做决断呐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试试吧。双儿还有一事，说。双儿希望王爷此事过后能够杀了猛将。此事不用你说，本王自然不会留他活口。如此，双儿就在此先谢过王爷了。